你哋有冇試過一間可以話係椰子雞火鍋天花板嘅餐廳？走，等我帶你去見識下。花168蚊就可以食到銅鑼灣寶藏頭牌椰子雞、深圳地標菜，仲有呢個198蚊嘅單人套餐，一人一鍋，夠晒有儀式感，最啱午餐時間嚟享受下。成間店係妥妥嘅熱帶海南風情，好多明星打完卡都會返嚟幫襯。你哋有冇食過食椰子大嘅雞？呢啲雞係作椰肉、飲椰汁大嘅，由海南冰鮮24小時內到店，只有新鮮正宗嘅文昌走地雞，獨特嘅嫩滑鮮香口感。冇睇少個鍋底，佢哋自己擁有5萬棵以上椰林，用泰國香水椰同海南青椰嘅黃金比例，個湯底先至會咁清甜鮮美。再叫多份大廚即炒嘅家鄉炒米粉，即點即炒，鑊氣十足。成個套餐慢慢享受大概1個鐘，瞬間消除晒所有疲勞。地址放喺結尾啦，記得 mark 低我。